OK， 好来，咱开始对10个吹字读起吼。10个吹字拜一，照顶个个交个最后一天的决议，今仔日早起，德赛阁下派稽查官 Thomas Brugel 和商务员 Zacharias Wagener， 搁再去下面长官阁下遐，真诚恳来请求伊阁下甲伊讲过的所保存的指控牧师 Glavius 和 Harper 的诉状中关系着牧师 Harper 的部分提供出来审阅若是讲对当中发现情节严重就会当名正言顺来将该牧师 Harper 对此地送去巴达维亚，并且伊阁下来承诺，来答应讲，为着要搁较容易来说服伊啦答应讲，议会对此若要做出任何的决定，拢会事先完全来甲伊讲。但是当伊听到即件代志的时阵，伊就摇头讲，伊犹原袂像所拍算安尼，遮尔简单就提出所讲的迄款物件来。因为德赛阁下也毋是伊的心腹，也无迄个权利来看稽查官布鲁格尔就乞求讲请伊甲即种虚幻的想象对伊的头壳内甲伊排除出去，毋通阁安尼想因为伊心中的宣誓来即个长官阁下保证讲，伊发现德赛阁下为人也无偏任何一边并无即个偏袒即个袒字是，我看嘛安怎读偏袒袒就是偏袒保护偏袒，今日恁有偏袒即个词啊我来查一下，大字大词典 THIN 袒 THAN 第二声 PHIAN 第一声袒第二声偏袒大字大词典嘛有收偏袒就是偏心无公平偏袒。即个稽查官甲长官阁下讲啦，讲你毋通安尼想啦根据伊发现讲，即个德赛阁下并无偏袒任何一边，也无对此地任何人有啥物偏爱颠倒是伊真乐意和所有的人公正，而且真愉快来交往。虽然即种贵重的证词也由上务员瓦根纳尔来证实，但是伊阁下对交出上述的物件也是真为难毋愿意交出来就对啦讲大部分的证言拢是希腊人做证的，即寡证言若交到迄个牧师哈伯的手头的时阵，伊就会真简单的申辩讲任何希腊人或者是异教徒拢袂当对伊来做证来告伊就对了所以这毋知搁咧写啥，不再一再的吹逼下，这是啥意思？伊阁下总算是讲啦讲德赛阁下或者是伊的代表，即个伊应该是长官啦长官阁下讲，德赛呢或者是德赛代表，伫伊出席的时阵，伫长官出席是不得来调换各个阁下同齐出席咱看各个就是魁伊魁伊是华语的念法啦就是台湾末代荷兰总督叫做魁伊嘛我看一下这汉字要读孔子碑安怎读魁是毋是偏
拼做葵，我嘛无确定。葵，我记得是手字边。真正是读做葵。葵台语有三个读音吼，贵、溃甲鬼吼。贵就是贵甲溃，就是拢读做就是寸度。因为我看伊规则吼，贵甲溃拢一模一样吼。拍算寸度吼，寸度啊，寸度就是寸度吼，这寸度开哦，日语嘛是安尼写吼。拍算寸度吼，比拼就是打比方吼，比拼，譬如是打比方，比拼伫台语另外一个意思是做比较。等下我看觅，比拼 ，P-I， 比第二声拼 P-H-E-N-G 第七声，比拼吼。拄则讲比较，比较叫做比拼吼。但是伊嘛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打比方，譬如吼，比较，比如讲例句讲比拼看卖吼，比较较量啦吼，比拼吼。但是譬如就是比拼来讲，比拼亲像做大水吼，这拢是譬如吼。所以比拼伫台语有两个意思。咱转来贵即字啦吼，亏伊即个贵，拍算、存度、比拼、譬如吼，即拢是贵甲亏吼。另外一个音是读做贵，我嘛毋知这到底是安怎读啦吼。咱就读做贵好啦吼，贵一，或者是亏吼，亏一吼，以后就安尼读。因为以后一定会足接读到即个鬼义的吼，伊的名。咱转来遮是即个张瓜阁下啦吼，讲伊讲吼，若是特赛或者是即个张官伊的代表，伫咧伊出席的时阵，即个伊应该是张官出席的时，袂使佫叫迄个古月同齐出席吼。迄个人会想要来出席，但是呢，伊一来一定会举出真侪理由，讲即寡证词不足为证，抑佫必须调查这调查迄吼，互案情犹疑不定。如果若要互迄个人来出席，安尼伊迄个人就讲诡异啦吼。若安尼伊宁可吼，无爱交出迄寡物件吼，甘愿拢无爱交物件出来吼，就无迄个人出席就对啦吼。迄个代表来和张瓜阁下谈判来甲伊囥死啦吼。即个代表讲，伊就回答讲吼，即个代志因袂当甲你答应吼，因为特赛呢，特别是被派来处理，为着就是要来甲一切所谓案件吼，彻底查问清楚。毋过呢，会甲即个张瓜阁下意见甲特赛讲。所以呢，随即个张瓜阁下来告辞，随徛起来离开咯。特赛阁下听了即个上述的张瓜阁下伊的答复的详细报告了后，对张瓜阁下伫咧即件事或者是类似的代志顶头，遮尔外行又搁要为难吼，感觉非常的奇怪吼。特赛阁下无清楚讲，任何人若无充分的罪证，是无可能判。毋是，这是讲迄个张官阁下吼，伊敢若写伊阁下，迄个伊是啥物人，我看袂出来。张官阁下无清楚讲，任何人若无充分的罪证，是无可能判罪嘛。因此派拄则讲迄两个代表，搁再一次去张官阁下要甲讨迄个上水迄寡物件，毋若要甲摕来。顺利吼，照例啦，伫咧开会中来公开宣读，慢慢摕来斟酌来质询上述的牧师 Harper，
哈伯案件的原告甲被告，然后再根据来做判做裁决。即个代志甲顶官阁下讲了后，伊讲这完全毋是伊的意思。伊将会甲一寡证据以及关系的牧师 Glavius 的所有其他物件继续保存落来，一直到船只要航往巴达维亚的时阵，迄当阵就要甲即寡物件全部送去予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希望伫咧即个期间，德塞阁下就会当去越南笔录或者是茶记载记茶记。即种笔录或者是茶记伊会当交出来，这是咧写啥？迄寡代表看到因要是得袂到因所要求，就离开。我拄则看无即句讲，即种笔录或者是茶记，伊会当交出来，这是啥物意思？好啦，反正迄寡代表讨不到物件就离开，转去甲这一切拢甲德塞讲。德塞呢认为讲已经无必要搁再为此来辛劳，不过派人爱尽量较紧通知哈伯牧师讲，因为顶官阁下毋肯踮咧此地处理伊的案件，所以要甲所有指控伊的物件甲证据送去巴达维亚。如果上司牧师哈伯对此有反驳的资料，会当证实伊家己的无辜，就爱设法收集起来，附上互伊的兄弟。兄弟是啥物人毋知？上述商务员甲杨村伊的兄弟就是讲，即个上述商务员甲杨村管理员 Gabriel Harper 一份，这应该是共 last name 可能真正是伊的兄弟啦一份委托书趁早紧送去巴达维亚，以便到时阵会当摕出来交办。伫咧即个中间，迄个牧师 Harper 就将会当继续留踮咧遮。并且转去北区担任伊的教会甲学校的工作。今仔日要暗啊，快艇 House 号对偏湖转来到遮来靠岸，要来落所在货物，然后要装上计划要经由暹罗送往巴达维亚的货物，就是要装上要送去巴达维亚的货物，但是会经由暹罗。10月初3拜二下晡约2点钟，真艰苦来听到讲，现属的 Maria Stewart， 真世人尊敬的牧师 Rogers Teschmacher 的某，叫做 Maria Stewart， 对顶礼拜六，因两人拢发烧以后约落伫个半点钟前。离开即个脆弱的世界了即个世界无脆弱啦，是即个 Maria Stewart 脆弱啦脆弱袂使读脆弱，脆应该是脆查一下脆。脆是读做脆或者是脆所以是脆弱讲即个牧师的某啦个性真艰苦去听即个代志，留下一个约略4礼拜大的健康的查某囝哇，拄则满月啦，所以这是因太太应该是身体较衰弱两个拢翁仔某拢发烧但是因太太过身去。今仔日佛罗摩萨议会顺利照惯例开会，但是因为长官阁下袂当出席因为伊身体欠安，因此呢，一寡送来的案件就延到后一次办案日搁再来处理。因案做了通常的祈祷，就下达命令，就是爱交出口令了后，德塞阁下就要该动朋友。落去探访顶官阁下，即个落去就是落去城堡下面遮城堡咱进行讲有分两站毋是分两站啦。中珠堡较悬啦伊拢讲写顶面，我是拢讲城堡顶面无其实伊拢敢若写顶面上面下面敢若写下面其实是
会对即个副城吼，较低吼。讲阴暗即个暗倒了后啦，吼，下达命令交出口令了后，阁下就即个特使就要去探访即个长官啦，吼。看到即个长官阁下比想象还阁较健康，因此来相信伊真紧就会好啊，吼，并且转来参加上述的会议，提供伊宝贵的意见，吼，真正是破片啦，只是讲要好啊，吼。本来想讲是西泰吼，西泰大家知无？西泰应该知啦吼。西泰 ，SAI 第二声泰 ，THAI 第三声。哇，竟然无这个词！为什么无这个词？做一下找台语。还是我读毋着，对啊，西泰啊。好，我用 Wildcard 看觅 ，Wildcard， 安泰、俗泰、细泰、老泰，真正拢无呢。你若捌听过即个词的，你就甲老家话吼，西泰。即个词我的理解就是张啦，就是张啦吼，哪囡仔咧张叫西泰吼。张，查遮张 ，TIUNN， TIUNN， 张人性乖僻，吼，这是第四个意思。讲个咬张去比吼，西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吼。好。好，过来10月初4拜三，今仔日今仔日早起6点钟，按照通知伫个顶面就是即个城报主报顶面吼，即只特别召开法务会议，伫个长官阁下请求之下，要来斟酌。重心交互检察官 Bruegel， 遮来的交互 Bruegel 遮来的现在被受禁的 Snook 约9个月前对新仔生理人刑告起诉哩尚未判决的案件。哦，这是你翻译啥物啦？我知影这本文应该就是写较少 complex compound sentences， 就是足复杂的句吼。所以翻译吼，爱翻译较细腻啊！你东方语言无法度啦，因为你无法度用即种 which that 来做遮尔复杂的即种句嘛吼，就是即个伫个不管是吼不管是华语还是台语相款吼，拢无法度做遮尔复杂的即个 compound sentences， 所以袂当安尼翻啦吼，这真正是可怜吼。好，来，我来翻译吼，就是伫个长官阁下请求之下吼，要来斟酌定审吼。定审啥物呢？就是定审检察官所交起来一寡案件，交过来的即个物件吼。即寡物件是啥物呢？是迄个死那生理人
刑哥被起诉，佮也未判决的即个案件，吼。即个刑哥是去，但是被受禁的史努克，我已经袂记啊，被受禁19个月前对即个起诉。史努克是甲起诉迄个款啦，吼，迄个稽查官吼，史努克是正任的稽查官吼，伊甲即个新仔人刑哥甲起诉9个月前，佫会记刑哥到尾去互即个长官阁下甲赶转去新仔吼，结果呢，即嘛伊听讲特使要来遮办案啊吼，真家己就走转来台湾，要来走台湾即只想要来定告就对啦，要来告，结果去互长官阁下甲掠起来，甲关起来。好，咱转来遮，咱继续转来历史遮吼。因为上述的牧师 Tessmacher 个性的某的葬式伫11点钟要举行吼，所以真紧的。因这拢办足紧吼，昨个星今仔日就办葬式吼，所以议员呢，中心的工作就到因参加即个基督教的葬礼结束的时阵终止。这安怎看都无合理，应该是葬礼开始进行就爱终止啊吼。好啦，咱继续看伊就安尼写，我就安尼念。接同齐含特使阁下转去顶面入座，顶面是伫城堡顶面遐，食了一个简单的午餐，简单的午餐简单的中昼顿了后呢，就搁开始上述的，就搁开始定审嘛吼。今仔日差不多规工拢咧做即个定审的工课吼，就是定审即个刑哥即个案。10月初5拜四。虽然长官阁下因为身体欠安，也袂当来参加议会开会，特使阁下今仔日下晡犹原是按照规定的时间伫顶面，城堡顶面吼，即只来召开福尔摩沙议会的会议，并且伫会议中提起讲，咱应该赶紧准备要派去巴达维亚的第一帮船吼，因为南方贵罪的时间。真明显是已经要过去啊，所以第一帮船已经派去吼。因此决定，这第一帮船将袂伫本国月25号以前出航，希望伫即个期间对日本来的船只会当平安来到遮。因这种是希望讲日本来的船到遮拄啊好，因要会当甲即寡物件落来，互另外即只船再去巴达维亚嘛吼。所以这第一帮要去巴达维亚的船，因按算讲伫本国月25号以后才会出航吼，要等日本的船就对了吼。这个决定也由这个会议的2个议员代表去甲这个长官阁下甲报告，以便伊阁下会当寄送书信和其他物件去互阮伫遐的顶司。去得到更较好的裁判，即个讲伫遐是指巴达维亚啦吼。此外，伫即个会议中无重要的代志，只敢有几个人又搁签约留任，或者是签约来升迁利益。其他详情请参阅插伫今仔日的决议录内后面吼，因所交起来即寡契约书。10月初6拜五，今仔日。上午，伊搁伫顶头即个顶头是城堡顶头遮吼，召开法务议会会议。伫会议中，有几个私自无益的人来用口条或者是书面答辩了后，迄个被受禁的 Dirk 史努克也被传唤出庭，是以被告以及对即个新仔人刑哥的原告吼，即2个身份吼，也是被告也是原告吼。含上述也未结案的即个诉讼案件的审理官的身份来出庭吼，伊真正是审理官啦吼。昨日对这2个人的案件公正裁决的判决书，伫遮又必须真紧来宣读互因2个人听，都如关系到此事的结尾，会当看到安尼，这毋知你写啥看无？关系到此事的结尾，就会当看到安尼。好，咱继续看咧吼。
因为昨昏特赛国家队土地测量师叫做 Philip Daniel May。Philip Daniel May 会对注脚咱来看一下，即个人小解吼。伊是土地测量师，1658年12月升任做代理地方官。1659年成做普罗宾西亚城堡的地方法院的法官。1661年伫个新仔人入侵的时阵，就是应该是讲1661年应该是郑成功来吼。伊是伫个庄卡乡村工作的公司人员当中，真少数被国姓爷保存性命的人当中的一个吼。咱讲着吼，讲伫个城堡以外的所在，伊实在是伫个乡村工作。城堡以外的一寡荷兰人吼，散开的迄寡荷兰人吼，到尾拢叫互国姓爷杀害死吼。迄个郑成功了解拢其实到尾拢杀掉吼。真少是有命阁留的吼，所以即个就算真好运啊，上帝保庇吼。伊伫个赤坎吼充当谈判者。伫咱遮城堡导航以后，伊伫个2月中离开台湾，前往巴达维亚吼，真这相信心内，咱一定读到迄一天啦吼，心内一定是真正是，这个得感交集啦吼，一定足侪讲袂出的即个感想伫内底吼，咱到时逐个会读着吼。好。因为昨昏特赛国家队即个土地测量师 Philip Daniel May 听讲，即附近吼有几位的即个田吼，有几位的田吼，因为迄寡生仔人吼，就是以前已经有相当开垦经济的吼，因为迄寡生仔人就是迄寡田的即个所有者吼，欠缺能力和因为即个散车吼来离开。直到现在已经完全拢拍远了吼。特赛阁下为着要亲自去视察即寡田甲其他农地吼，都含即个 Carroll 含 Overwater 先生吼，以及现任长官阁下对含即两位先生含长官阁下所起造的新的电院桥梁道路吼。这是什么意思啊？特赛含，好，咱继续看咧。特赛阁下就伫个今仔日下晡开动几啊，即个议会议员杜王赤坎，拍算要对遐骑马吼去踅一阵吼。明仔载暗时啊，才要转来遮吼。但是头前车即句话，什么所建造的新的电院桥梁甲道路？好，安尼看有无？特赛阁下要去视察的是农田，就是田其他农地，以及即寡电院桥梁甲道路。即个电院桥梁道路呢，是以前吼一个长官叫做 Carroll 含 Overwater，Overwater 敢有做过长官？吼，甲现任应该是有人，伊即马写拢是长官，就是。前几任的长官甲现任的长官所建造的吼，所起造的即寡硬体建设啦吼，即个特赛要去视察啦吼，要去遐看啦吼，就是先要去吼，就是坐船嘛，坐船去赤坎遐，然后再要对遐骑马去踅一阵吼。好，来10月初7。看一下时间。拜六，今仔日下晡有一只生仔人的篷船对淡水来到遮吼，带来伫遐的主管吼，就是下设上员 Simon Kildego 的一张批淡水啦吼，下设上员吼。对即张批，阮真意外吼，知影讲顶个月8号，吼，对遮航去遐的快艇阿姆斯特丹号，吼，伊即阿姆斯特丹号呢顶头有坐即个船长 Hark Pulus，以及载有各种的输用品，
讲即只船呢，到单到本国个4号吼，还袂到遐吼，顶个个8号吼，驶到即个个4号个还袂到，哪有可能啦吼？驶到淡水尔吼，驶一个月无到。阮真烦恼讲，迄只船是遭遇着意外的事故咯吼。但愿伟大的领航者，互阮会当早日听到甲即个事故倒返的消息吼，就是会当听到平安的消息啦。好，12月8号礼拜日吼，透早天光的时阵，特赛国下转来到即个城堡里吼，因为等于出去外口视察了吼，出差出去啊吼。伊昨暗呢，毋敢坐迄只小船仔转来吼，因为强烈的北风，日透北风吼，因此呢，伊国下以及陪伴伊的人吼，拢袂当转来，袂当转来即个穿端庄的衫吼，就是袂当穿端庄的衫去上到长啊啦吼，因为袂赴嘛吼，透早才转来吼。今仔日长官阁下也第一次，又阁第一次出来过啊路顶，并且来上到长，哦，应该是讲伊破病了后啦，第一道出来啦吼。但是就无邀请特赛阁下或者是任何人去食即个礼拜日的即个暗顿，像以早定定会邀请安尼吼，即嘛咧无邀请吼。对即个特赛国下诚袂爽吼。10月初9拜一，透早牧师 Cliff 以及队长 Pedro 以长老的身份和商务员 Peter Van Alphen 以执事的身份，长老甲执事伫咧教会，伫咧即个基督教新教的内底的即个任务是安尼吼。长老就若敢若是。即个公司的即个董事啦吼，董事会董事吼，尤其是比如讲你讲长老会吼，基督教长老会吼，因拢是集体决策的吼，集体决策的，啊，就是迄个决策机构，就是长老团吼。啊，执事是啥物呢？执事就是实际上的 executive manager， 或者是啥物翻译就是啥物 CEO 啦吼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啦吼，即种的，真正咧办代志的吼，这是教会内底叫做执事吼。好，啊，所以拄则讲，今仔日拜一透早哦。有2个人是长老的身份，一个是牧师 Cliff， 一个是队长 Pedro， 另外一个是一个以执事的身份吼，是即个商务员 Peter Van Alphen 吼。这3个人代表教会议会来见特赛阁下，用陈情书来提出吼。长久以来，因遭受着长官阁下和前任稽查官 Dirk Snook 几若项无好的对待，甲无合即个礼节的代志吼，无合理啦，无合即个礼数的代志吼，过来过去吼，即个对长官阁下袂爽的，原来袂少啦吼。因此呢，请求议会认真来查究这一切，并且互来做出应该有的即个裁决处理。特赛阁下呢？伫咧即寡人的面头前，先读了即份陈情书了后，认为讲即份陈情书毋好伫咧今仔日早起吼，这啥物意思？毋好伫咧今仔日早起，长官阁下在场的情形之下，伫咧会议中宣读吼，就是安尼吼。为着顾伊的面子，应该先保留落来。一直到和其他的议员斟酌来读过，并且对全部的情况拢确实考虑了后，才来审查。所以就将即个想法甲上述，拄则即个意思是啥？其实就是侦查不公开嘛吼，
就是你即个案件佫当你查诶时阵，你袂当就甲公布出来吼。啊，万一若是甲冤枉诶呢吼，所以即个意思就是安尼吼，这是真正有概念吼。讲看了即个庭政署讲，先莫公开就对了吼，先查看觅啊吼。好，所以伊就将即个想法甲上述迄寡教会兄弟讲吼，希望因会当认同，会当赞同。不过呢，因真严肃来请求特赛阁下讲，也是爱想一个好办法吼，互即个美好诶圣工会当开展起来吼，并且呢尽量较紧来接受基督诶道理。好。中插一个括号来读者吼，因为双方的情感，因为双方的感情，然后已经互相隔甲已经疏远真久的一段时间啊吼，隔阂疏远吼，已经相隔疏远一段真长的一段时间吼。递到圣餐嘛，必须要取消两遍吼。所以呢，希望讲会当紧处理啦吼，互即个圣工会当开始做吼。基督教的圣餐毋是真正互你食粗饱的吼，嘛毋是互你食卡，拢毋是吼。圣餐是一个象征意义的食物件咧吼。其实有食淡薄仔一滴啊吼，就是因的分饼，牧师的八饼吼，啊念一段圣经。内底的即个文句，即段伊所念的即段是迄当阵耶稣基督伫最后一道的即个暗顿的时阵吼，伊所讲出来的话，伊讲吼，我八饼就讲，即恁着食即个饼，若敢若食我的肉吼，过来就是恁着爱啉即个葡萄酒吼，若亲像你啉我的血吼，就是讲意思讲，我即个我的肉我的血会当洗清恁的罪就对了吼，这就是基督教的圣餐吼。啊，后来所有的即个教会行圣餐礼，就是共款吼，就是模仿吼耶稣基督安尼做法啊。所以因会八饼吼，你一倒安尼啊，一滴啊，一批啊，分互即个会友啊。爱受洗过吼，无受洗袂使吃吼。你就是你无资格食耶稣基督的肉，甲伊的啉伊的血就对啦吼。你要受洗才会使吼。啊，就是意思讲透过即个圣餐礼吼，你会当得到救赎吼，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得到耶稣基督替你洗清你的罪，安尼就对啦吼。OK， 所以这是圣餐礼吼，大家就知影者。OK， 啊，因为圣餐是基督教，其实基督教是一个新教派，所以伊的即个礼仪吼，伊的仪式足少，伊尽量简性，伊拢无爱做，无像天主教是一个足重视一寡仪礼吼，一大堆仪式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每一个仪式拢有一个象征意义，啥物有诶无一堆啦。其实我嘛无介清楚，我无伫古教我无参与过古教吼，我无介清楚。但是基督新教仪式已经简称甲足少吼，其中一个是圣餐礼，啊另外佫有啥？敢若是行水礼嘛吼，就是水礼啊行圣餐礼，敢若佫有一项，我即嘛一时想袂起来吼。OK， 好啊，所以呢，讲大家互相吼，感情拍歹，连圣餐啊必须取消两遍吼，这我感觉真离谱啦吼。为虾米？因为含中国国下感情拍歹，连圣餐都取消吼，应该免取消嘛？你会友你嘛是爱互伊食圣餐啦吼。好啦，咱继续转来读吼。特赛国下就答应因讲，将会用所有可能的办法来协助推展，互会当伫近期之内，就会当看见所期待成果。毋过呢，最好因家己事先爱含中国国下小讲者吼，听取伊对此事的反应吼。而且毋是，即个特赛国下是挑工的吼。明知影即个顶官即歹流落的人，叫即寡义教会的人去含伊讲，哪有啥物？好，教会人伊安尼讲啦，因回答讲啦，讲
哎呦，人伊嘛是安尼讲，伊讲我会安尼做，乖乖啊做，所以呢，就真愉快，徛起来礼貌来识别，然后来离开吼。今仔日下晡4点钟，法务议会伫顶头即只来开，伫顶头伫城堡顶头只开会个吼。只间有前任的检察官 Dirk Snook 来提交伊的再答辩，含一寡相关物件以及一份补充说明，并且严肃来请求讲，希望议会认真审查。紧甲伊的案件结束，因为伊被关伫即个城堡顶面一个真歪阔的房间，已经31天咯，整整31天哦。其中呢，已经呢受尽无数的苦楚吼，也无法度处理伊私人的代志，而且佫爱航往巴达维亚第一帮船的时间也已经要到了吼。伊是必须要做迄只船离开吼，根据将会收到命令啦，讲伊着爱做只船离开。为此呢，伊也必须要小可做准备。对此呢，着回答伊讲，虽然现在无用你解决几站即个重大的其他的诉讼案吼。不过呢，伊的案件袂因为安尼来被轻视，将会尽量较紧来甲伊结案。10月10号拜二，今仔日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全体议员出席开会，有几个人摕申请单来申请管理处地的即个幼号仓库的工课。伊是写有几个人拿申请单来申请管理此地的细货仓库的空缺哈，这个工课哈，拄啊好是大概就是安尼讲申请什么工课哈，还是做什么工课，就是空缺哈，所以大概念起来拄啊，大家拄好听有哈。有几个人摕着申请单要来申请工课，什么工课？就是管理这只即个仓库，幼号的仓库吼，毋是粗米吼，是幼号。阮着先甲因的申请单收集起来，然后确实审查因每一个人的能力甲状况，随即决定将来上述的工作吼，将会由上级商务员Reginald Rogers 和下级商务员 Peter Van Broselen 来担任。迄时也有几个厝地真有名的新仔人和头家来即个会议呢，摕到陈情书来讲，士兵甲代理检察官的部属，伫咧检查人头册单的时阵，对厝地各个庄卡一般农夫横行霸道吼，又个敲诈勒索吼，个算。敲诈是要哪讲？勒索，勒索咱较早捌早过啦，我毋知是较早较早是我较早和别人读勒索吼，但是勒索这是直接翻译啦吼。我出来个出看觅。较早无出台语吼，我即马出看觅勒索，对应中文勒索，勒索，歹势，我一直读毋着勒索吼，这是 Embry 是安尼读的吼，勒索，或者是歪，毋捌听过歪。好，过来是大华线顶。切搞梗，毋捌听过呢。抠客、讲银牛、讲钱、讲翻头、讲角、勒索、歪。伊台语讲潘啊，罗链。
我毋知，我拢捌听过吼。这是勒索，过来呢，敲诈呢。敲诈词台语，绿色吼，敲诈哦 ，Marino 敲诈，就直接拢是空主杯啊吼，敲诈嘛差不多吼，接搞梗这拢差不多都才读过嘛吼，接搞梗，串起，毋捌听过。敲诈吼，敲白，讲钱，讲翻头，讲大客，卡油，好，咱转来，佫继续转来读历史遮吼。就新仔人含头家来遮啦，定情啦，讲恁诶士兵甲代理稽查官吼，检查人头扫单诶时阵吼，对即个庄卡诶农夫对庄卡农民吼，横行霸道吼，敲诈勒索吼，已经到无法度忍受诶地步，因此呢，恳请制定一个良好又佫永久诶命令，互将来伫咧夜间或者是外出诶时阵吼，就是将来因伫暗时或者是因出门诶时阵吼，因诶厝袂阁互迄寡人借口来临检人头扫单来侵入来偷摕吼。即外人诚恶质吼，算来甲你查户口吼，啊，就入来甲你摕物件啥有吼，人也袂互因踢，袂互因拍等等吼，即基层的即个公务人员有诶吼，靠势你知就是安尼吼。也请求讲，允准因以后吼会当饲狗，用来将野猪对因诶即个农园含因诶厝呢吼，会当饲狗嘛吼，会当甲野猪赶出去吼，就是饲狗顾厝啦吼，较袂野猪走入来走入来破坏吼。伫迄寡厝附近所饲诶牛羊有真侪已经叫野猪去伤害着吼。等等哦，因也希望讲会当较早人饲狗都爱长官同意吼。关系到即个控诉甲请求吼，先该斟酌了解了后，已经制定要避免上述迄寡可怜农夫遭受到迄种无法度忍受的暴力榨取的办法甲命令咯。即个日志今仔日写的，今仔日来定情，结果今仔日命令就出来。好，就如同今仔日的决议了，以及伫其他物件所记载安尼吼。伊无写啥物实际上安怎做啦，就敢若讲因有对应的办法，今仔日已经出来吼。好，10月11号，讲到即基层的即个公务人员吼，对即个一般老百姓，即个对即个在地的人吼，即种情形，荷兰是。当然，我真正毋知嘛，咱即嘛看会出来，荷兰时代有嘛吼，大清时代就免讲一定有诶啦吼。虽然讲我实际上无去看，日本时代嘛有吼，国民党时代嘛是有吼。好，所以真正伫台湾人会当免拄即种可怜诶即种，即毋知要安怎讲吼，其实是足晏记诶吼。台湾400年史内底足晏期，伫咧即个最近的即算起来，差不多是阿扁啊吼，迄当阵2000年到当2020几年，400多年来，400年来，台湾人其实敢若即20几年，才真正是较免受到人安尼糟蹋吼。讲起来拢差不多，你莫讲国民党讲个啥物，敢若因去骗笑，迄当阵因真正是安那学袂来吼。根本就无甲你当做是人吼，在因看来，恁二等公民嘛。好，咱继续看来吼。11月11号，我时间就注意者，剩7分钟。来，10月11号吼，拜三，今仔日早起，稽查官以及代表上级商务员 Johannes Dankers 和 Rainier Damas
审问了规个关系着偷窃就是偷摕物件含凶恶事件的受犯。检察官以及代表上述相关权是丹克跟瑞尼尔达曼斯因所审问的啦并且命令因写供词就是写口供啦因案队长 Thomas Pedro 奉命前往即个对啊，我拄则讲供词其实毋对应该是供词供词啦咱来查一下即个供词即个供。为什么讲口供就是口供？KENG 我先查即个经理。经好，经理呢，当然足侪汉字其中我要查的是即个口供即个讲经理经第一就是姓，有人姓经的我毋知第二个就是口经申诉状第句是认经还经还经就是推翻口讲认经就是承认家己讲出来被讲出来即个经事嘛拄则讲讲词第三个意思是做歹代志的人指出连带关系者就是甲讲出来即个咱定常讲甲讲出来就是去用讲嘛。比如讲去用讲刑啦，刑讲经啥物人出来就是即个经第三，咱来看例句互伊经着互伊去经着，就是即个人做口经的时阵，甲我经出来，互伊经着。我也无做歹代志，煞互伊经着安尼。好，咱转来第2只拄则第一段啦，拜三讲即寡检察官代表上务员审问规个即个偷摕啦、凶恶事件的受犯并且命令因写经事。即案队长 Thomas Pedro 奉命前往芒港，要去遐碉堡举行 Carol Rainiers 阁下就任担印度的总督的宣布仪式，并且要去进行1年1度的视察工作这是10月11号。时间剩4分钟，我看一下笔记。好 ，OK。台语字丁趣味这是把味去早来，心内若想起，你敢会使态我是使态顿张使态，我拄则可能是我发音的即个拼音毋对，我查一下我是查第2声应该是马文是讲第7声 ，SAI 第7声态 ，THAI 第3声，嘛是无呢，歹势，第2点无啦来找一下找台语。晒，第7声这就变调173晒太，应该毋是啦，因为我较早听拢是晒太晒太在阮的变调方式是第2声2变5晒太。好晒太，我有写汉字大家家己看好。剩3分钟，来个继续读一篇10月12号，拜四。虽然今仔日下晡又搁全体议员拢到城堡顶面来出席福尔摩沙议会的会议，因为无特别的代志，因为真少千万的人来无啥物特别代志，所以只敢决议讲，所有现在伫咧台湾的港南人，有鉴伫咧巴达比亚当局有即种要和外国国王友好起来的明显的即个迹象，迹象是要安怎翻？亚象，当然袂使安尼翻啦台语无安尼讲就是讲即马
江南人安怎呢？所以决定要释放因的自由，并且要改动特赛。Verstappen 阁下出航送回去江南就是今仔日决议啦算伫遮规伫遮江南人要甲因放因自由并且要会当到时阵含即个特赛国家，伊拄仔台湾伊要去江南所以呢到时阵会当含特赛来同齐出航，转去江南为虾米？因为因认为讲，看起来巴达维亚含江南的即个国王已经开始有要友好了好，今仔日有4架新仔人的胖船对新仔的厦门来遮入港，坐318人。再来下日的厦门，即久无读到小单咱搁来看。下日厦门700包薰草，1820稻米，90个大的饭碗，666个1/4大的饭碗，360斤的油，20个减碳的红米，减碳啥物意思？减碳写做减碳，也写做减碳，是重量的单位。做米甲胡椒的重量单位时，一个减碳差不多是3公斤。哎哟，3公斤好，所以20减碳的红米就是差不多60公斤啦18捆的粗纸，62篮的茶米，310篮的面粉，12篮的茯苓，7盒的金线，66领的牛皮，8包的空眼布，1500捆粗肥好，时间拄好到，咱读到10月12号，10月差读要到一半啦，要到一半咱明仔我要休困咱后日咱再搁继续来读读即个日咱野城日志。好，感谢各位。我看嘛，哎哟，今仔日遮热烈。好，马云、Sunny、玉文您好，Jimmy 你好，张美小姐你好真欢迎你。Jimmy be positive， 我无啥印象，好欢迎你啦真欢迎。好啦，我要关房咯芭比。Jimmy 若是新竹人啊。新竹人OK， 乡亲欢迎安尼你听我的啥物？你讲？即阵伫美国。伊即摆伫美国。Jimmy 伫美国。你是讲 Jimmy 伫美国？对，看。伫 New York。伫 New York， 安尼近近安尼，会当相撮呢。所以我的即个，我新竹腔的台语，你应该听甲足惯势啦听惯势话，你应该知影吧？新竹腔，就是阮这。我若无记毋对，伊讲伊一半是客人。OK。来，Jimmy，你讲，Jimmy 敢若要讲话，我若感觉伊敢若有声音出来。有啊，伊应该真歹势吧？而且伊即阵应该无闲。好，即阵你无闲，10点半还无闲啥？我遮半暝啊咧，要无闲要来困啊，袂要紧，Jimmy 欢迎你有机会咱。再来开讲啦我特别读即个日咱遮啥日志，拢我家己一个人咧表演尔听有惯势就好。好，真好啦安尼咱来开房欢迎你。大家好，大家。